中国武汉疫情，即马互各国拢是头壳摸咧烧。现主席插入日本的传召公主号隔离的方式嘛引起争议。而咱台湾就企业家伫咧平面媒体刊广告，建议政府甲龟山岛建设做防疫专区，收为疫区倒转来的台湾人。佮讲伫咧龟山岛会当免费建设水电设备，不离个引起到宜兰的乡亲大家都举双手反对。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，龟山岛现主是无人住，若是变做一个亲像澳洲的恶魔岛，效果无一定好。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互各国拢头壳摸咧烧，看到停伫日本的传召公主号处理的方式引起争议。国内有企业家建议政府伫宜兰龟山岛设一个防疫专区，专门收为疫区回国的人。业者伫平面媒体刊广告，顶会写讲龟山岛离本岛无真远，会当看到台湾有港口，希望会当互回国的民众伫遮踮14天。佮讲愿意出钱伫岛顶的起水电的设施，邀请医界的朋友组一个志愿医疗团过去服务。如果龟山岛来遐做防疫中心，你看偌济人，要不到咱宜兰县民，大家嘛惊，你若万一开放要来阮宜兰。消息一个传出来，随互宜兰的民众真倒单。头城县的议员嘛呛讲，那无爱甲防疫专区设伫咧业者的工厂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龟山岛顶的无大人，要起一个亲像是恶魔岛的所在，效果无一定会好。人甲货要安怎在，嘛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龟山岛，它上面是没有我们的住宅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快的再去建一个好像一个恶魔岛的一个地方？不是不能够考虑的。但它困难度高，那结果效果也不见得好。陈时中唔认真回答，佮滚生笑。像那样生活条件特别不好的，我们当然在将来在这个场所很拥挤的时候，那对于不断的拍照的也许可以做考虑了武汉肺炎的疫情压未落来，要安怎甲防疫做好严，对政府真正是一个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